加拜加拜，大家好，欢迎收看阿里马朱马，我是来自拉拉兰部落的达米古。拉拉兰在哪里呢？就是在台东太麻里乡的新香兰部落。那也期待透过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达米古生活周遭古教的族语，还有跟朋友们一起聊天会用到的族语。那借由简单的生活化的有趣味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排湾族语有哪些内容。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的意思呢是走吧，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家学族语，一起回家说族语，一起来分享排湾族的族语。阿里走吧，阿里，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想分享的单字是什么吧。第一个单字呢是革命，革命呢它有寻找或是找什么东西的意思。那如果比如说我要去找谁啊，或是我要去找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用革命。那我们今天革命的例句呢，你可以应用在比如说你朋友晚上问你说，你等一下要去哪里？你可以回答他说，乌里革命那根打鼓苏九，乌里革命那根打鼓苏九。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今天晚上要去找我的另一半。好，乌里呢，它有将要或者是未来发生，就是未来式的那种感觉。我们前面有蛮多集的句子都有用到乌里来当开头。乌里革命就是我要去哪里还没去嘛，我将要去什么地方。好，乌里革命阿梗做什么呢？古苏九打古苏九就是我要去找我的另一半。好。苏九也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单字，这边一起做应用呢，就可以照这个句子。我要去找我的另一半，我要去找我的男朋友，我要去找我的女朋友，就可以说乌里格密那根打鼓苏九，我要去找找看我的另一半在哪里。好，如果呢我们要讲就是比如说一个部落啊，或是一个族群的文化，或是他的习惯规范等等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单字嘎古蛋。嘎古蛋呢有文化规范或是习惯的意思。嘎古蛋，好，如果我说我喜欢排湾族的文化，我喜欢排湾族的一些传统的规范，我可以这么说：今儿来阿根打嘎古蛋那嘎古蛋努啊百万。今儿来阿根打鼓嘎古蛋那努啊百万，就是可以用拿或者是努啊，都是什么什么的。嘎古蛋就是排湾族的文化或排湾族的什么事情，就是排湾族的点点点就可以用努啊百万。简而来呢，也是我们之前就有学过的单字，像我们之前造的句子就是我喜欢你，简而来阿根假努笋。那这边我喜欢什么呢？简而来阿根哒嘎古蛋努啊百万，就是我喜欢排湾族的文化。好，接着呢要比较进阶的了，就是通常我们在讲，比如说去山上会有一些巴里喜，或者是在部落要举行巴里西案。好，巴里喜这个单字呢，它有点小小的严肃，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很特别、很美丽的地方。巴里喜呢有祭仪禁忌的意思，那如果加了 an 在后面当词缀，就会把它很明确的表达出来是什么什么的巴里喜，什么的巴里比如说。收获季的时候会举行的传统祭仪，我们就用巴里西安。那巴里喜呢，比较像是我还没有特定指什么事哦，比如说去山上呢，小心不要做什么事会触犯巴里喜哦，就是你会触犯禁忌，但我没有特定讲说是什么禁忌，或者是要举行哪个祭仪，它有点是巴里喜是抽象的，还没有明确指哪一个。那加了 an 这个有点像是专指某一件事，像我们之前提到 an 结尾就是专指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嘛，比如说加兰啊，或者是乌马干啊，还有达格丹啊，后面 an 通常是处所的结尾。那在这里的 an 呢，它是很明确指某具象的某一个事物。那巴里西跟巴里西安的差别就在这边，一个巴里西是比较抽象的，那巴里西安就很明确指某一个特定的禁忌或是记忆。那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的这个句子就是纳古亚巴里西尤，就是不行，这样会触犯禁忌哦。纳古亚巴里西尤，纳古亚呢也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不行或是不要的意思。
然后巴利西就是触犯禁忌，好，它有点我觉得感觉可以像是动词，就是直接用巴利西来讲触犯禁忌，就是不行，会触犯禁忌哦，可以这样子说。那古雅巴利西乌就是比较口语化的去提醒人家说，你不行这样做，会触犯禁忌哦。好，那如果我要讲说，我们特定讲说要学习某一项传统的文化，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学习叫吉都鲁嘛，吉都鲁达嘎古达南。我们刚学过嘎古蛋，然后现在这个单字呢后面有加 an， 叫做嘎古达南。我要学习什么呢？学习跟文化有关的事情，但是是很特定的某一个传统文化，所以我可以用吉都鲁达嘎古达南，吉都鲁达嘎古达南。好，那今天的例句呢，就用他想要特定学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就是跟记忆相关的，刚刚的巴利西安的这个单字。好，想要呢，我们可以用开头的是用杀什么，比如说，我有一个愿望是想要什么，然后就可以用杀来当开头。好，这里在吉都鲁前面呢，先用杀，就是想要。我想学习，我想要学习，可以用沙吉都鲁达嘎古达南努啊巴里西安迪马祖。好，这句话有点长，那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沙想要，吉都鲁达嘎古达南就是学习某一项特定的传统文化或是传统的习惯。那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就是巴里西安，谁？迪马祖就是他。巴里西安呢，在这里也是很明确的指出某一项的传统文化，所以也是 an 结尾。那他想要学习记忆相关的传统文化，所以这句话呢就可以说萨吉都鲁达嘎古达南努啊巴里西安迪马祖。通常我们前面有提过，就是我们会把谁想做某件事，把那个谁放在最后面，所以这边说萨吉都鲁达嘎古达南努啊巴里西安迪马祖，迪马祖就是他的意思。好，接着呢，我们要看到的单字呢，就是补林袄。补林袄它有那个 ng 的发音呢，就会有鼻音。补林袄，好，补林袄是指一个很有灵力，能够用特殊的方式跟灵沟通的人，所以我们就会叫他是补灵袄。那在部落里面的补灵袄就是灵媒，就是通常我们现在不太会直接用女巫或是巫师这样的单字，但我们会用灵媒，就是它是灵的一个沟通的媒介。好，补灵袄就是执行巴利西安的人，就是补灵袄。接着呢，这个单字也跟我们 podcast 很有关哦，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收听我们的 podcast。这个单字呢是斯比有梦或者是梦想，甚或我们可以讲说它是运气的意思。斯比梦或是梦想。好，在 podcast 上面有提到说，就是做梦对布农族的族人来说是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做很多的事情都会先问问看在场有没有人做相关的梦啊，或是有没有梦到什么特定的事物，然后再决定今天我们这一群人的行动应该要怎么去做决定，或是要去哪里。那做梦对布农族人来说很重要，可以怎么说呢？那斯曼巴藏啊杜啊斯比啊斯布努，那斯曼巴藏啊就是很重要，变得很重要，或是很重某件事情有它一定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那斯曼巴藏啊，什么东西很重要呢？做梦斯比。对谁来说呢？斯布努就是布农族人，所以做梦对布农族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可以这样子讲。那斯曼巴藏啊杜啊斯比啊斯布努。好，我们讲别的族的人，我们会说来自哪里嘛？斯布努、斯勒盖、斯达乌，或者是斯亚米，就是哪个族群的人，我们就用一个斯来自哪里这样子。最后一个我想要分享的是，夫妇他们讲话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学问，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朋友来找我，然后我很想念他，可是他只有来一下下就走了，就可能就是经过我这边，然后看我一下，就说我赶着有事情要走了。我们会说一个人就是匆匆的来，匆匆的走，很像做梦一样。那夫妇就会讲说，你的到来很像做梦一样，昙花一现，也会用到斯比这个单字，但是他会讲说好像做梦一样，就不是真的，所以他用斯比。
好，可以怎么说呢？马都斯比斯比安啊阿苏比那杰赞，就是马都是好像的意思，斯比就是好像做梦好像做梦什么事情呢？阿苏比南杰赞就是你到这个地方来，就像做梦一样，好像你到我的梦里来，怎么来一下就离开了呢？就是如果你很想念一个人，但是他怎么只出现一下下，你就可以说马都斯比安啊阿苏比南杰赞，马都斯比安啊阿苏比南杰赞，就是你的到来就像昙花一现，做梦一样。希望今天分享的族语对你有帮助，也可以让你觉得学习族语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马萨鲁阿拉瓦斯，拜拜。